聖雞相會公開演說練習2。在2023年至2024年度，本人一路尋覓工作，一路潛心苦讀，在偶然的前提下，發現本人創作的作品在中國香港其他地方在線上及線下都有相似嘅足跡，還有本人提供的 CV 被人改為電影、動漫、電視劇的題材。事前是毫不知情，我也沒有收到任何協商的談判。接着我曾經回到院校3至4次問個明白，但是他們毫不理會，多次聯絡老師及秘書處，還提供各種證據給院校，但是他們堅決否認此事，拒絕回應。然後本人經過深思熟慮，發現事態嚴重，對香港的本地創意文化及國際對香港的聲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有理由相信會影響一些專才和投資嘅老闆來港發展。有見及此，我不理會外界嘅聲音及不畏強權，勇敢地向相關執法機構求助及進行舉報。在經過一輪深入的理解的情況下，我去執法機構進行查詢及舉報罪案，但他們的態度冷淡，各種推搪，有意拖延事情的處理。在2025年度，本人一直尋覓工作及等待他們消息，希望得到一些合理的答覆。但是我眼見他們沒有意圖主動聯絡本人跟進，在此請求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為此事聘請我為調查經理，成立獨立調查的檔案，賦予我權力調查真相。我會定期提交調查報告給你過目。好，多謝。今日嘅演說練習係咁多，係演說嚟嘅啫，係啦，唔係真嘅。多謝晒。